欲倒轮回众生，伊要食饭，有分做跳、银、卯，这是天顶的众生的食，换一个解释叫做天神食。主银卯，咱来拜天公吼，拢拜主时、拜抽时、拜阴时，对不对？拢伫咧拜迄半暝的当时。迄个天时咧食，咧食迄个时阵啦吼。但是咧，神之五就是人咧食，神之五味五啦吼，这叫做其中啦吼。神之五到五个时阵，迄个五味的时阵，这段一定爱食较饱。这若袂食较饱，一年因为就袂使食。所以这个有定啥？那以过去佛道的规矩就是安尼，毋过即马啦吼，我听讲离佛教上啦吼，虽然过去道立的规矩啦吼，毋过即个即个地主啦吼，迄992年嘛无一定按照即个规矩啦，甚至我发生咧讲，若面个煞风咧开车吼，个时阵啊，我时间点要过啊。若无开较紧的，叫过就袂使食是，非常紧就互我来中断。对。到底安尼敢有下迄个时阵？所以即马这事拢是参考啦吼，是听佛教上咧讲起，因为因有定啥规模，即不像这个规矩，这是当时佛教的规矩，2500到600年迄个时阵设的规矩啦吼。所以呢，离佛教上叫其中啦吼。那你微心有，无微心有，这个时阵就是真正咧食。比如咱饲猪，拢是咧饲迄个迄读一补啊，迄个时阵啦吼，中午过嘛吼，迄拢是咧真生咧饲猪，咱在饲猪味拢差不多10点嘛过嘛吼，1点嘛2点嘛，拢迄个时阵咧饲。迄段当中就是动物啦。嘛是这精神咧食的迄个时阵，海主这个时阵的鬼神咧食，鬼神啦吼，所以鬼神拢伫迄个对呢，拢伫迄个哪呢？迄个xuất海主，我伫迄个，咱伫迄xuất海主，我伫迄个半暝啊，迄个到主时迄个时阵无，半暝迄个时阵，属于迄个鬼神咧食饭的时阵，所以天神咧食，人咧食，众生咧食，甲鬼神咧食，迄拢是个三死神。所以三死神拢是个三死神。所以呢，咱今日去了解当时佛道，因为伊在《金刚经》内底当中，逆时不失时，迄个不咧食是这个时阵。叫做因佛教上来讲嘅，叫做持中啦吼，会当超过。不然咱一贯都是无即个规矩啦吼，无即个规矩吼。中医因为中医这两字是佛教上叫做披衣啦，披啦吼，披衣服啦，因为咱叫做着衣嘛，叫做披衣嘛吼。佛教上面披衣里面有3领衫啦。有一个叫做毛衣，有一个叫做青衣，有一个叫大衣啦吼。毛衣有一个有衣，迄个毛衣对翻译来讲，就是安土花啦吼。咱从过去来讲，迄个安土花就是因为叫做5条路，5条路的，因为因迄衫穿一条5条路的啦吼。但是一长一短，另毛衣叫做作如衣啦吼。因为佛教上。因为佛묘師，因毋是逐個吼食饱就食死算的，因衫穿咧，因为要做工课，因爱穿即领雨衣，即领叫做作雨衣呢，安土的即领。你袂使穿遐女作衣呢，业障咧业内底咧听道理迄领，比如讲咱今日咧穿咧台北，咱拢穿咱特种的这。你袂使你穿一领做工课衫，或者遮这个。但是讲你今日而且听讲，你摕一领叫做福建衣，迄条叫做大衣啊。迄大衣来遮济啊，迄大衣就是讲要去
要记一寡迄个个代谢，安尼记一寡较特殊的人道穿了大衣，引起咧个看面穿了大衣，所以若要甲讲起来，伊有分做三领衫啦，一领叫做纵乳衣，第二领呢叫做七衣，伊翻译来讲叫伊多罗森啦吼。这伊多罗森跑到中国话来甲讲起来，翻译中国话叫做女纵衣，加入大众，就是参照咱今日台湾，医生啊做工卖衫脱起来。去换迄个中医来穿，袂使穿咧做工卖衫，袂使穿，袂使听着去，这有规矩的啦吼。这个女中医，第三领衫呢，又告诉叫做大衣。大衣就是咱过去咧中拢学的啦吼，后人讲或者叫做福田衣啦，福田衣啦。福田衣呢，换为咱印度话叫做增加哩，增加哩。这个衫就是咧，伊个伊风中一定爱披只大衣。比如讲，咱今日讲经说法初步画范，拢爱穿这领衫。比如讲和尚，而且咧讲课，伊袂使穿迄领女装衣啦，伊爱穿迄领福田衣啦。因为和尚上座嘛和尚因为离佛教上来讲起来。是咱外来拢称为这修炼叫做和尚，其实啊，甲讲起来，因为因无资格人称叫做和尚，因叫做哪呢？伊叫做比丘尼，有出家啦叫做比丘尼，无出家叫做维波尼，维波舍，舍男子舍女，因为咱安尼称呼。若和尚是个和尚上座，是迄个什么人呢？就是迄个主持。跟你讲，和就是和伊万物，尚就是宇宙中最高尚的一个人，安尼叫做和尚。离佛教上面主者，伊那讲叫做上人啦，上人啦，这个叫做什么下人啦，伊叫做上人，安尼叫，因安尼叫做称呼。所以和尚上座，因为伊讲叫上人上座，安尼就对啦，所以对一个这个主持。对一个中者是足怪称呼，所以你咧化饭的时阵，因爱去穿只福田衣，人饭互你，这种是袂使无礼貌啊！你也互人过啊？敢是恁若去到泰国，若泰国看到和尚，咧穿规件的比丘尼，比丘啦无穿比丘尼啦伫泰国尼姑是无甲和尚挂做伙的，我过去甲讲过。和尚就是伫迄个寺庙内底，尼姑就是伫个庵，叫做尼姑庵，家己起伫边仔内底，袂当同和尚挂做伙袂当安尼就像咱今日咱一贯道地处咧台湾，偏到你迄边，困到你这边，男女分班安尼啦但是和尚离佛教上的规矩，就是因为尼姑甲和尚是分不清因和尚，因个和尚是一个足和尚的物件。你若想讲，我即摆伫泰国机场，机场我要穿我想奇怪，即款飞机就到时间就到是安怎的当中，在无人个飞机，大家拢袂晓看。我了毋知基本晚上。